台中当时的石城国小特别为有特殊需求的特教囡仔来举办营队，嘛专工邀请特教系大学生带来精彩的课程，大家互相学习。 学生囡仔对音乐哩跳舞，虽然讲肢体动作无啥协调，不过大家嘛是耍甲真欢喜。这是石城国小暑假上甲引起注目的风特教的活动，9年来已经成为学校的特色。有邀请到特教系学生带来精彩课程，更加有来自不同地区的专业人士互相做交流。 长期以来，我们都一直希望，不只是服务我们的小朋友跟家长，其实我们还有一块服务对象，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特教人，就是包括大学的特教系的学生，然后包括我们自己特教老师。特教之路并不孤单，期待营队的活动，唔但丰富囡仔的暑假生活，同时嘛好伫特教界服务的人会使交流经验。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